礼拜开始，请我们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请奏乐。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敬拜赞美，哈利路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我们要特别真是为我们的子涵、子恩还有少华他们呢今天早上在这里前奏完，等一下就要去北京了。所以呢上帝也继续祝福在这个家庭当中。神的爱在我们里边，今天是复活的日子，我们在这里要为神而高歌颂扬他，阿们吗？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要来领受今天神要在你身上的祝福。你要大大的领受，你的手要张开，你要高举你的双手来领受神要赐给你这一份恩宠的礼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心要赞美他。凡是你是人类，我们就有天生的本能，知道要赞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天生就是要敬拜这一位神，而这一位神是赏赐我们气息，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心脏灵魂，这是神所创造的。哈利路亚！当我们在思考我们是如何被神安置在这个土地上，并且享受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美好大自然，我们的心就由不得说：主啊，你太美了，我真是赞叹你的作为。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双手举起，我们用恭敬谦卑的态度说：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哈利路亚！这个时刻，我们要用主祷文，我们要一起恭敬的来学习耶稣的样式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跟旁边的人，你来跟他说：我们一生就是要赞美主。来，
我们一生就是要赞美主。阿门哈利路亚！是的，我们一生都要来赞美主，我们一起高兴的、大声的来赞美我们的神。阿门。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要向耶和华来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来歌唱，哈利路亚！阿门。太阳与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
我的心献给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我要专心敬拜他，我要欢呼赞美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我要唱唱，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我们弟跳。兄姐妹来，面对面来找旁边的人，来啊，哈利路亚，来，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们把动作拿出来，哈利路亚，我要大声，大声欢呼赞美。来向后面的人来，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大山小山都能够赞美神的时候，成为神所创造的万民，我们岂不更应该要来赞美神吗？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世界，神他给我们许多美好的事物，就像是天父的花园一样。我们接着要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为我们创造一切的美丽。一起来，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父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自己细细刻骨，不让你伤心。风或下雨，应许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我们要用舞蹈，我们要来赞美神。大家预备好，把你的手借给我们，一起来小小花园。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蓝天蓝天同欢喜，在天父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愿你细细刻骨，不让你伤心。风或下雨，应许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我们要从前面开始，就请弟兄来唱哦，预备好，弟兄。弟兄，请来，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我们一起做动作。每一朵小花都美丽。好，我们换姐妹来。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父的花园一起来，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愿你细细刻骨，不让你伤心。刮风或下雨，应许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自己细细刻骨，不让你伤心。刮风或下雨，应许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儿童们来祷告。等一下，他们要在这里用戏剧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儿童们，他们现在呢在外边，他们要预备要进场，所以我们特别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的下一代重不重要？重要。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带领可以帮助他们更好？信仰，唯有对神的信仰。当孩子们敬畏神的时候，他必尊重他的父母亲，因为这是神的赏赐。我们要为孩子们祷告，让我们的下一代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让他们能够分辨是非善恶，让他们能够明白父母亲乃是神所为他们预备的。所以我们来为他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开口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啊，当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儿童牧区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你的灵在孩子们的身上。主啊，当他们还在吸收各样外来知识的时候，主啊，求你来为这一群的孩子来做一个分辨。主，让他们所领受的都是从神来的智慧。主啊，让他们明白，他们要在信仰的道路上明白神你的真理，好叫他们在这个社会做一个能够贡献的人。主，让他们持守与耶稣基督那美好的关系。谢谢主你的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主的爱。从头。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随风轻飘逸，人天同欢喜，在天父的花园里。哇！你我都是宝贝，在这花园里，愿你细细呵护，不让你伤心。哇！我家里许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我来，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愿你细细呵护，不让你伤心。刮风或下雨，应许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别担心，你的成长在他手里。宣告，别担心，别担心，你的成长在他手里。你来跟旁边的你跟他祝福说，别担心，你的成长就在神的手里。别担心，你的成长就在神的手里。你跟牧师挥挥手说，我需要神，他带领我成长。我需要神带领我的婚姻、我的感情、我的工作。阿门吗？阿门。我们将一切的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现在要请喜乐诗班来献诗，他们所要唱的是我们行在神的光明中。他们要用南非的语言来唱，叫做西亚汉巴库卡，连库卡。我们请。
西亚汉贝库卡念奎科斯，这是南非的语言。他所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行在神的光明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岂不都是要行在神的光明当中？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跟牧师来念一段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呢，是跟我们等一下的戏剧要配合的，在诗篇119篇105节。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好，我们一起来背一次啊！你的话，背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再背起来一次来。你的话，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这个时刻，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儿童戏剧。他们在暑假的时候，有好多个孩子在这里来练习这个戏剧非常的吸引人。当时他们演出的时候呢，牧师在澳洲，还有好多人说他们也很渴慕要看到。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我们的儿童牧区的戏剧团，他们要来为我们演出戏剧哦。然后现在我要欢迎3个小小的主持人，掌声！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光教会。今天是我们戏剧夏令营的表演。我是1年级的徐慕凡，我是2年级的蓝云云，我是5年级的蔡龙哲。现在来欢迎我们戏剧夏令营的营长吴诗慈老师，来跟大家说几句话，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6年级的吴思慈。这一次呢，我们在7月11到14号办这个夏令营3天半的时间。那其实呢，他们在训练的时间蛮短的，因为我们还有做艺术创作。那这一次就像刚刚牧师讲的哈，我们的主题金句就是"你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我希望呢，我们的孩子他们真的是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前面照亮他们的旅程，他们人生的道路。那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立安老师，好，我们立安老师先起立，对，好。还有呢，我们还有一个艺术创作的敏如老师。那敏如老师呢，他也在京剧上面选了一个京剧，然后呢，这一句京剧是在这个箴言好23章25节，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当他把这个京剧给我的时候，我就哭了哈，因为刚好跟我妈吵架。好，那我就觉得神真的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所以呢，我们的老师们都是用这个主题京剧在编排我们所有的戏剧内容。那我们的立安老师呢，他是非常专业的这个戏剧老师，然后呢，也是跨欧亚吗？好，就是他在创作上面，然后还有戏剧的脚本上面，全部都是他来设计安排的。那我们也很荣幸今天可以呢把这一出戏呈现给大家，还有在看直播的朋友们。那希望呢邀约我们到那个各国去表演哈。好，那我就话不多说，我们就拍手欢迎他们的演出。等了那么久，诗诗老师终于讲完了，我的表演终于要开始了，我好期待哦！待会儿如
果觉得我们演得很棒，请给我们掌声，演员们都会很开心哦。演出完后记得要拍照、握手、签名都可以哦。你也讲很久哎，我们的表演赶快开始吧！演出剧名，跟着阿光去旅行 ，Go！搭上去。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花时间在一起，好朋友一同彼此聆听。耶稣是我的好朋友，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一定帮助我，好朋友一同笑哈哈。耶稣是我的好朋友。耶稣是好朋友，我相信你的应许，为了我，你生命做我的朋友。放暑假了，我要去台南找阿公玩。放暑假了，我爸爸要带我们去日本玩。放暑假了，我要去韩国学跳舞。放暑假了，我们要去香港迪士尼玩。放暑假了，我们要去垦丁住饭店。阿光，你要去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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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光的妈妈好像没空。我都没看过阿光爸爸。阿光家是不是没有钱出去玩？阿光好可怜呢。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一定帮助我，好朋友一同笑哈哈。耶稣是我的好朋友，耶稣是好朋友，我相信你的应许，为了我，你生命做我的朋友。放暑假了，我要去台南找阿公玩。放暑假了，我爸爸要带我们去日本玩。放暑假了，我要去韩国学跳舞。放暑假了，我们要去香港迪士尼玩。放暑假了，我们要去垦丁住饭店。阿光，你要去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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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的，我要自己一个旅行，而且我已经12岁了，不要小看我年轻。孩子，你是谁？我是天使加百利的女儿，我叫做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对不起，加油你好。孩子，出去走走吧，去看看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去看看你是怎么来到这世界上的。飞机走吧。
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与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日。第二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空气称为天。第三日，天底下的水聚在一起，土地露出来，水的相聚之处为海。神又说，土地要长出各样的青草、蔬菜及树木。第四日，神造众星球。第五日，神造大鱼和水中的各式生命，还有土地上的各式生物、动物。第六日，神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并且赐福给他们。神命名男子叫亚当，女子叫夏娃。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子孙，神的儿女。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真伟大！阿光，嗨，仙子加油！阿光，神造你，也要你来经历生命的美妙。更何况他对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我可以吗？虽然我是长得蛮帅的，但是我只是个小孩子，我又能做什么？阿光，只要你有信心，凡事都能做。拿着你的地图去找找世界上最有信心的人吧。幼发拉底河，古巴比伦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是亚伯兰，
后来神帮我改名，叫做亚伯拉罕。大家来看看我的故事吧。那一年我已经75岁了，我的妻子撒拉也65岁了，我们都没有小孩。有一天，神出现了。神对我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虽然我们的年纪都大了，但是我相信神的呼召。我们和家丁一路走到了迦南地，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我们也绝不放弃。一转眼，我100岁了，我的撒拉也已经90岁了。神应许要赐福给我的太太，让我们有小孩，结果她怀孕了。神说撒拉要生1个儿子，撒拉就生了1个儿子，我们给他取名叫以撒。感谢神让我们有了孩子，我也决定不论任何事都要听神的指示。以撒慢慢的长大了，我带着以撒，我想要常常的亲近神，跟神交流。于是不论我们搬家往哪里去，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逐神的坛，好让我们可以常常的求告耶和华的名，常常的敬拜他。有一天，上帝又出现了。这一次，他对我说：“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独生子以撒到我指示你的山上去。你到那里去，把你的儿子给杀了，当作祭物献给我。”我很痛苦，可是我相信神有他的计划。我带着以撒到山上去。以撒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我就把他捆绑起来，放到祭坛上。这个时候，我拿出了我的刀，我要杀死我的宝贝儿子。我很痛苦，但我决定还是要杀死他，献给神。就在这个时候，天使出现了，他喊着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上帝也出现了，他对我说：“不要伤害这个孩子，现在我知道你对我有信心了。”我赶快抱起了以撒，和他抱头痛哭。我对上帝怀有多大的信心？我相信没有耶和华是做不到的。我也相信他可以使我的儿子活过来。这就是我的故事。嘿，在叫我吗？你是说我长得很帅吗？我有事情要请问你。什么事呢？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大的信心呢？
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不要怕，只要信。没错，我们的上帝就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让我介绍一个人给你吧，他出生在马槽里，我们又可以叫他平安王子。平安王子。耶稣降生在马槽，玛利亚和约瑟走进伯利恒城，在一间旅馆的马槽生下了耶稣。耶稣长大了，耶稣行神迹医病。瞎子得看见，跛脚会走路，人死而复活。耶稣进城，他是骑驴君王，民众们热情地欢迎他。最后的晚餐，耶稣和12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耶稣说：“今晚有人会卖了我。”门徒惊讶地问：“是我吗？”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那一夜，耶稣被抓走了。耶稣被钉十架。耶稣死后3天，耶稣复活了，并且多次向门徒们传讲福音。这是平安王子耶稣的故事。耶稣，耶稣，阿光，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爱我们，为我们而死？因为我想成为一位好牧人，看着我的小羊，我好爱他们。好牧人为小羊舍去生命也没关系。好牧人，你的爱太伟大了，我想向你学习爱。我的小羊，在你心中，爱是什么呢？你先想想看。爱是什么？阿光，爱是什么？答案就在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受的事，不受自己益处，不轻易的发怒，不听残忍的恶，不心怀不义，爱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要包容，我要相信，我要盼望，我要忍耐，敞开心，爱人如己。我爱，因天父先爱我。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受自己益处，不轻易的发怒，不计残忍的恶，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要包容，我要相信，我要盼望，我要忍耐，敞开心，爱人如己。我爱，因天父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要包容，我要相信，我要盼望，我要忍耐，敞开心，爱人如己。爱是永不止息，爱永远都在。爸爸妈妈，想家了吗？没有啊，我没有想家，自己一个人出来旅行也很好。我真的很好哦，我相信我很强。阿光，你看，这是我和爸爸妈妈的合照。这段时间你看见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造人，并且认识了亚伯拉罕、耶稣，还了解了耶稣所说的爱。但你心中还是有一些事情需要自己去跨越。阿光，加油，你一定可以的。Jesus is the one who lights our way. He gives us hope for each new day. When the world feels dark and lonely, His love illuminates. He's the one I trust and I will follow Him. He is the light that breaks through the darkness. Follow His lead and light it up. Jesus will guide us through every dark time. Follow His lead and light up the world. Jesus
Jesus all the way. I'm gonna follow Jesus wherever He will lead me. I'm gonna follow Jesus all the way. He is the light that breaks through the darkness. Follow His lead and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Jesus will guide us through every dark time. Follow His lead and light it up, light up the world. Light up the world. Light up the world. 有了他的爱，有了上帝的爱，还有他的光，一直照着我。我相信，在我的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我都可以跨越。太好了，阿光，这是上帝给你最棒的礼物。我也要送你一个很特别的礼物，那就是圣经。从今天起，你就是新造的人。会唱的一起来唱哦。专心地航行，主的全能将使我双翼。看哪看哪，看哪看哪，一切都更新。听啊听啊，天使为我欢呼。真理带我进入那自由之地。从今天起，
着阿光，大家好，我是阿光，跟着阿光去旅行。虽然演完了，但是请大家继续跟随上帝的旅行，一起加油吧，加油！跟着阿光去旅行，你们来对了地方，因为这里叫做永光教会。当我们在7月份我们教会办儿童的这个戏剧的时候，我们带了一个非常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的导演立安老师，立安老师请起立一下，立安老师，哈利路亚。神在立安老师的身上给他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美好的生命的经验，因此他把他的生命的一个历练呢，把它转化成一个跟圣经福音连结的故事，然后让孩子来演出。所以我们对这一出的戏剧呢，抱着一个很大很大的信心。果然，他们在暑假演出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得着青睐。我在澳洲那个时刻呢，牧师也看了影片，我在那里边看感动哭泣。我们非常谢谢这一群的小朋友，他们透过圣经故事这样的一个串联，从上帝的创造、旧约神的创造，但是在这个创造当中呢，人犯了罪。可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最帅的神，他并不因为人类犯了罪，以至于就丢弃我们，让人类自生自灭。没有，神就差了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基督，耶稣是哪一位啊？站起来一下。好，这是现代版的耶稣。少宁，你现在是几年级？你不是要升国中了啊？他要升小6。上帝呢，透过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而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就是神，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所以呢，透过耶稣基督呢，救赎了每一个人所犯的罪。那个罪呢，不是法律上所定的罪而已，我们里面呢有更多是法律上没有办法定的罪，是外面的人看不到的，可能只有你知道。然而那个罪却捆绑你，把你辖制，以至于其实呢，好比说你有烟瘾，那个烟瘾呢，法律会不会裁判你说你要被关？有没有？没有。你如果有酒瘾呢，法律也不会判我们。但是烟瘾、酒瘾，甚至有其他不好的习惯，都会捆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呢生不如死。所以我们知道，原来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生走的道路，都是在一个罪恶的道路当中。但是我们却不孤单，因为神他已经来到这个地上，救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就知道我是有盼望的。倘若没有耶稣钉十字架，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有多少个存款，不管你有多少不动产，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那死亡，并且我们会经历到那地狱的生活。可是上帝他说话，他负责，他说你们的生命都是我创造的，你的灵是我所赐给你们的，所以我必看顾你们。凡是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一生救主的，你现在承认了，你就可以进入到那永生。这是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命定。就像父母亲，你的儿女有时候会不会犯错？
你会不会因为他一次犯错，考试考80分没有考100分，你就罚他3天不吃饭？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做错了事情，我们可能会生气，有时候呢会冷战不理他，但是我们终究还是会说：来吧，这1000块拿去吧，好好的去读书，不要再去做那一些我不喜欢的事了。父母亲终究都会跟孩子回归和好，我们的上帝岂不如此？所以，我们今天的戏剧在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福的人，享受神所给我们所赐的大自然，然后我们懂得感恩，并且我们的生命是有永生跟盼望的。阿们吗？我们的小孩，他们在那么小，他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戏剧，他们来认识神，而且是他们透过他们自己的演出来经历到神他的同在。所以孩子们把他们交给教会，交给老师，特别是在我们永光教会儿童牧区，我们有最棒的老师的团队，他们的投入，他们的委身，他们的热情，他们的爱心，真的是一级棒的。所以亲爱的我们的家长们，也许你已经当阿公阿嬷，请问你要给你的孩子什么？给你的孙子什么？有没有想过，你留给他的那个永恒的资产，永恒的遗产是什么？就是这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的大能，神的智慧，你的福分都写在这里边。耶稣所行的神迹，如果要用文字记录起来，你知道吗？在这本圣经里边记录了耶稣一些的神迹奇事。然而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不只记录在圣经里边，如果耶稣所行的神迹要记录起来的话，全世界都容纳不下。所以我们所信的神，他是真神，是会说话的神，是带着力量的神，而且是叫我们成长的神。刚刚呢，他们呢发了一张这个爱心卡，有没有？有拿到的举手一下。幸福的人有拿到，哇，好！你看一下你的那个这个恩典卡里边写了什么样的话？我这一张是不是每一张都不一样？我这一张恩典卡，它写着，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感动，快哭出来了。这个恩典卡似乎是神对我说话，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牧师在生命里边，在牧会当中，遇到好多好多的事情，每一个礼拜都在遇见不一样的事情，而那每一件事情对牧师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为什么？因为牧师的生命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永光教会的羊群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哪一个弟兄姐妹生病，出了什么样的状况，有了什么样的光景，都会深深的影响着牧师的心情。所以我每一天我的生命的开始就是祷告 soaking。 我有一次在上个礼拜，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还没有下床，我眼睛一睁开，我醒来了，我就第一个说话的就是跟神，我就跟圣灵说话。我说：圣灵，你今天我的日子，你要让我如何？请你告诉我。你知道吗？圣灵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跟我讲到自由。自由，人在罪恶当中都想要很自由，你要做什么，我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然而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在这么美好的福音当中，但是我们不能够持守。我们在礼拜天第7天，为什么叫礼拜天？就是要回来在神的教会敬拜他，礼拜，这个就是礼拜天，跟着神的创造是有含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神的创造的这个领域当中，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活在神的心意里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随自己的意思去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导致
后来就引来很多生活的混乱、关系的混乱，所以我的心里面会为我们担心。但是那一天，当我在跟圣灵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灵给我一句话，他给我这一句话，听一听，然后呢，思想一下。我说自由，圣灵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上帝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而自由对人类来讲是最大的方便，对不对？让我们想要做什么都可以，没错，神给我们最大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就是最美好的礼物。你赞同的请举手一下。自由是人最美好的礼物。好的，请放下。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地方是不自由的，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礼拜，可以自由的交谈，我们可以自由的爱对方。哇哦，自由非常的美好。自由是神给人最大的礼物。然而，自由是给神自己最大的不便。自由是神给人类最大的方便，却给神自己最大的不便。我听到圣灵亲自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好大好深的感受。上帝他如果让我们每一个人通通被神控制，然后呢，反正你生下来呢，你就是基督徒，我们也不用传福音传得这么辛苦，也不用呢让我们在这个罪恶当中，还有遇到困难，有很多的忧闷，有很多的苦毒。是啊，神可以把我们创造让我们呢都能够在神的控制当中，那我们就没有自由了。讲好像没有自由，神很好控制我们，神很方便，没错。但是对我们却是不便，所以相反来讲，自由是神给人最大的方便，却是给神自己的不便。我们今天看到小朋友他们的戏剧，神就透过他们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生命当中都能够得胜有余。所以牧师呢，在那一天跟神对话之后，我领受神所给我的一个意象，非常的美。所以我就在那一天，我又得胜了，开始一天的工作，开始一天面对弟兄姐妹各式各样的服事，在我的灵里面是得胜有余的，阿们吗？我相信今天我们孩子们他们演出，他说爱是什么？爱是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不嫉妒。你看，小朋友，当我们把这首歌唱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你们的生命。我们就告诉神说：主啊，这个就是我要的，我的生命不要充满了嫉妒，我的生命要带着仁慈，我的生命要带着爱。所以，我们小朋友，当我们在演戏剧的时候，不是只有演给别人看，而是要演给自己看。耶稣，上帝。你知道你演上帝是演给别人看，还是演你自己？演给自己看，都有。那你对演上帝你有什么感想？你很喜欢当神？你喜欢当神？你觉得你演了上帝，你感觉怎么样？你会像上帝这么充满了爱吗？好像没有呢。好像没有。好，所以牧师要跟你说，宇飞，你演了上帝，其实你这个角色就是在告诉你，你要像上帝这样，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权柄，也充满了爱，这就是你的功课。OK， 好，旁边的仙子，你就是天使，对不对？好，你演这个戏剧，这个角色，你感受到什么？转过来，说给大家听一下，你这个角色，你学习到什么？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心肠？他叫加油了。哦，加油，好。就是凡事任何事都要用爱来去表达，然后用爱来去对每一个人说话，这样子。牧师祝福你，你成为天使。上帝要让你呢，就是有那种天使神在你的生命里边，你就是一个分次，知道哈？
所以常常要祝福别人，祝福你的家人，祝福旁边，祝福你的同学。谢谢你，请坐。谢谢牧师。谢主。木凡，什么事？这个孩子很会跟我配合哈。你演什么啊？我演纸飞机。那你觉得你演这个纸飞机，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就好像我是飞机的驾驶，我在开飞机一样，只不过我是拿纸飞机，没有在驾驶。哦，是。那你觉得你看了这个戏剧，你觉得大家演的怎么样？说一下你的感觉。你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的小朋友们，他们演的怎么样？我觉得呢，演的就很像是现实发生的事。呜呼！他现在是6岁哦，哈哈。然后我要呢？变7岁。他反应总是比我快一步。那你觉得哪一个人演的你最感动？哦，就是演亚伯拉罕那个剧，演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吗？来站起来一下哈。亚伯拉罕，你出来一下。好。Hello。为什么你觉得他演的让你很欣赏？因为我觉得，亚伯拉罕。我觉得亚伯拉罕演的就很像现实，然后他就对亚伯拉罕现实很会演。亚伯拉罕他几岁生以撒？100岁。哇，你们知道答案哈？这么老怎么会生小孩呢？因为上帝让亚伯拉罕跟撒拉有奇迹可以生小孩。哦，所以你看，你有没有感觉到上帝是一个万有的神？有。好，我访问一下亚伯拉罕，我要向你敬礼。你今天辛苦了。那么老还生一个小孩。是萨拉生的。萨拉生的不是从你来的。萨拉生的。萨拉生的是你的吗？是啊。哦，是。感谢主，亚伯拉罕，你这么老，你可以生一个小孩，你觉得上帝给你的，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演这个角色，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上帝可以创造奇迹，只要相信神。呀，只要相信神，上帝就可以创造奇迹。这是你说的话，我们大家都听到了。所以你现在几岁？100。你现在几岁？9岁。哦，9岁。9岁，好。你注意听哦。9岁演亚伯拉罕。什么？我说9岁演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对，牧师要祝福这个亚伯拉罕，就照你所领受的，神他是一个行神迹的神，而且在你亚伯拉罕的身上，从9岁开始，也要不断的在你身上行那神迹，让你能够蒙福，让你能够得智慧。阿门。阿门。OK， 好。谢谢你们。刚刚这个戏剧一结束的时候，他跟那个阿光，好，你们退场，请阿光出来。你们2个下去了，请阿光出来一下哈。谢谢。好，我是阿光。阿光，刚刚你结束的时候呢，我有听到，有人有对你有一个赞美。一个小小的小朋友说：“啊，你演得好好哦！”你听到这样的赞美，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领受？就觉得
就觉得就是连小小的小孩都知道赞美。对，我就觉得蛮可爱的这样子。啊，蛮可爱的。那你觉得你自己对于你演这个角色阿光这个角色，跟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比较跟他不太一样，是一直去旅行。但是我觉得，就算是一直去旅行，心里面的许多的不足也是会，像是假如说就是考试或者是成绩这样的事情也会不足的满足，就是你的心里面也不会去，就是没有那么美好。可是上帝就会帮我们去满足心中这缺少的这一块。他会帮助我们这样子。哇哦，感谢主！所以你觉得这个戏剧你扮演这个角色，有没有让你想要跟你的家人有更美好的关系？你怎么样跟你的爸爸妈妈有更美好的关系呢？你爱你的爸爸妈妈吗？爱他们吗？我爱我的妈妈。爱你的妈妈，也爱我的爸爸，也爱爸爸，呀，所以在这个戏剧里边，也在告诉你，那个爱，在跟家人的关系当中，有时候会跟爸爸妈妈有一些不高兴的事情，但是呢，有了爱，有了耶稣的爱，你会觉得怎么样？在你们的家庭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就会化解这些不愉快，并且变得更愉快。你相信你的家里面会蒙神的祝福更大吗？会。阿们，感谢主。好，我们也谢谢我们这一些的同工们，我们的导演，还有我们的校长，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的剧团的这些演出的协助的同工，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再让我们给你们掌声，谢谢你们，也鼓励你们。好，我们在这里有立安老师哈。感谢主，其实我们这个剧团这样的一个动机呢，我们期待呢，把这个剧团呢能够成为我们儿童牧区的一个事工，而且是放在宣教里边。所以我们期待在明年我们有计划要到一个地方去做宣教，而这个剧团的孩子呢，我们就会邀请这些固定在我们的儿童牧区里边参加聚会，然后父母亲也愿意把孩子能够委身，让孩子呢也学习这个戏剧，让孩子学习更多更大的信心，让他们参与在这个戏剧的演出。我们会招募，然后我们会训练，然后呢我们会出去短宣、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会带剧团出去。我们觉得小朋友从这么小就可以这样的来训练他们。家长们，你们有没有觉得他们好幸福？非常的幸福，对不对？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把时间，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唱回应诗，让我们来回应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小朋友也都要一起，我们都一起来赞美神。我们戏剧演完了，这个时候就是要来回应我们的神的爱。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他们用时间用他们的体力来演这一出戏。我相信这一出戏不只演给我们看，也可以让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留下很棒的一个回忆，并且他们越多的操练在台上这样的经验，我相信对他们的一生都是有极大的祝福的哈。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来回应今天这一出戏神对我们的启示。我们一起来唱。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神赐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
我不知委屈。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他的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我们从头再来唱来。为了领导我信靠你，甚至你引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委屈。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我们举手来唱哈利路亚。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全能真实，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知道你是值得我们用全心全意来信靠的上帝，因为你不仅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我们人类，并且你如今依然在等候你的儿女回归到你的面前。凡回到你面前的，都可以享受你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福分。所以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四周、我们的条件，在我们看，在别人看不能有什么特别的突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你，就可以
不断的突破。感谢你，因为你乐意提升我们到属你的境界里面，更与你同行。主啊，我们祈求你把这样的恩典祝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特别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或者许久没有来到教会的，我们祈求你让他们的属灵眼光是被打开的，让他们的心是柔软的，看到孩子他们乐意这样的一个演出，也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些诗歌，让我们全然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信心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让我们全然依靠你。唯有依靠你，我们才能够突破一切的难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请坐。事工分享，请牧师。弟兄姐妹，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好，在我们的建堂上面，我们有要来认养我们的小猪。好，来，小猪请出场。来，好，站到台上。好，我们呢因为我们爱教会，所以在建堂基金呢，现在我们仍然还在贷款的当中呢。我们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这1-2年新进到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晓得有这个建堂基金这样的一个奉献。那我们除了每一个人你能够定额的，譬如说你每一个月你奉献1000块。
然后呢就作为这个建堂的基金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也让小朋友，也让我们的青少年，让所有大大小小可以透过这个存钱筒呢，然后我们在一个阶段呢，我们就把这个存钱筒会收回来。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呢，如果你的猪已经养肥了，然后去年已经杀掉了，今年11月底感恩节我们还会有一次的建堂基金的献猪的活动。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拿到猪的话，结束的时候可以到交谊厅跟我们的同工领回这个小猪。所以我们的儿童牧区现在还是这个吗？老师呢？儿童牧区我们儿童牧区呢是小熊小熊。如果没有小熊，我们就用小猪。好 ，OK。所以呢11月底我们感恩节会回收哈。好，谢谢你们。那另外呢，就是为了要降低我们在银行的一个贷款利息的一个付出，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有许多人他们也愿意将我们所存款的金额，然后先借贷给教会不管是低利息或者是无息，也都是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面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列。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你方便有感动的，那你可以来找我们的财务部，我们的国宾长老，神祝福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接着我们的更新营，什么是更新营呢？也就是凡进到永光教会，你在这里聚会，你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没有上过的，你都可以来报名来参加这个更新营。这个更新营的内容呢，很重要的在讲我们自己内生命的探索，还有我们自己有很多过去那一些原生家庭不好的东西残留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的个性跟人不太一样，我们觉得很容易生气，甚至我们有那种的忧闷，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找不到答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生命更新营，透过牧师一个专业的一个探索，来帮助我们能够找到我们那个病源、病根，并且呢，帮助我们透过祷告来让我们的生命继续的往前，而且是盼望有能力的往前走。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上课的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呢，都来报名参加生命更新营。还有我们的门徒营你已经上过生命更新营，还有成长班课程的，可以进到第2阶段来报名参加门徒营。所以生命更新营呢是在礼拜六，接下来的下个礼拜六8月30号哈。所以呢，我们呢今天要来领这个会前读本哈，领会前读本。好，接着。好，今天呢，我们的青少年牧区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青少年牧区来，我们的我们的区府哈，好，对你已经穿在身上了，百搭来，摆个 pose 一下来，好，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青少年我们这一次所设计出来的他们的我们的区服装哈，牧区的区服装哈。好，那这是我们的也是孩子青少年牧区他们自己设计的背部看一下。好，这个就是我们的 Elite 青少年牧区哈。好，来再转过来一下，好了，侧身一下。OK，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对我们弟兄姐妹有在可以买吗哈？好，这个那么小，我们大人有吗？有大人的 size 没关系。3XL， 请问是大概谁的身材？佑文吗？佑文你在哪？好，佑文国宾长老也可以穿嘛哈。好，所以呢，我们都可以，我们数量有限哈。那你如果要当你的家庭制服，也可以欢迎你来买。那我们青少年每一个人都要来买。那这个呢，我们透过图案呢，孩子们自由来设计，然后我们征稿。那我们呢，我们要来颁奖这个得奖的，对不对？
好，我们来颁得奖的，然后那个有参加的人是不是？好，他们有投稿参加了的，哇，我们来鼓励他们，非常谢谢有投稿的这些人，请到前面来，青少年。投稿的，有投稿的还有谁？好，快点，快速，快速。好，很棒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idea， 能够发挥出来。好，来，请站在这边。好，好，那我们呢，先送衣服给他们，好不好？来，请牧师，因为他们设计的他们有投稿，所以呢就不用买的，我们就直接送给他们哈。好，大小的话，小的话没关系。好，特别呢，我们这一件衣服呢，在甄选当中呢，得奖的是我们的佩恩。我们预备了一个礼金，谢谢他，也祝福他。我们热烈掌声来，请牧师佩恩。他设计的图案，你讲解一下，解释一下你设计的图案来。好，解释一下，来麦克风给他。好，你来试。好，好，来讲解一下来。OK， 好。好，来，那你自己你来帮他讲。然后这边有很多音符，就是其实我们青少年牧区，我们可以透过很多样化的，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然后我们可以透过敬拜，然后我们可以仰望神。那这E-Light是特别有意义，所以特别烫金。对，这是我们教会的精神，对，也是神的荣耀。对，那它整个一个设计，还有一个合而为一。以神的话语为基础，还有三位一体的神，爱心，然后还有后面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要传福音，因为我们在走路后面总是有人在走，就会看到我们有光的精神，看到永恒的光。哇，感谢主，非常的有意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来保存一件了哈我们后面会销售，是不是？数量有限，青少年你们要先买，因为这是我们的团服，好，我们要团服 ，OK， 好。好，那谢谢你们，请回去。好，那现在我们来介绍，还没有报完哦。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培育课程的讲师们，我们的同工、预言的服侍同工有说明会，等一下留下来。再来就是有我们儿牧跟青少年的音控人员的训练会，我们来留意一下时间。好，我们的青少年跟儿牧，好，接着，好。八角塔的男生合唱团呢，是我们长老会很多的年轻弟兄呢，这些帅哥们他们组成的一个纯男生的合唱团，他们即将要在国家音乐厅来演出，期待我们同样都是长老教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来支持他们，那让他们能够在这个音乐的服事的道路可以继续往前，所以我们来购票。好，持续的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让他们在生命里边因着我们祷告，有神的恩典满满在他们里头。好，那我们要来介绍，是嘉华还是嘉华？嘉华，好，嘉华在哪里呢？因为少华呢，他已经刚刚去机场了，准备回去北京哈。那这个嘉华有没有在这里？好，那上帝也祝福在嘉华的生命当中。好，我们介绍利安所带来的朋友太平，哇，这名字太好了，太平，然后跟美琪是不是？太平跟美琪这一对是夫妻，来，你们两个站起来一下，哇，他们是郎才女貌哈。哦，他们两位今天来呢。他们是利安老师的学生，好，所以他们特别来看老师他的设计这个演出哈，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太平跟
美琪，也期待你们每一个礼拜都在这里欢喜的赞美神。哎，你们将来也有机会可以演出哦。好，上帝祝福你们。好，接下来，好，那我们的迎宾呢，同工呢，我们来对这些新朋友呢，我们都有一个教会的见面礼物来送给我们，所以呢，请我们跟着我们迎宾同工。那所有其他弟兄姐妹，请我们起立，我们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前面这个弟兄，你们是不是第一次来呢？还有天凯左边的这个姐妹，你们是第一次来吗？还是已经有来过了？哦，有来过了哈。那我们旁边的人可以跟他们认识一下，因为牧师还不太认识哈。呀，上帝也祝福在你们生命当中，引领你们。好，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上帝百般的恩典降临在你与你的家，也用他圣手的扶持引导你每天的脚步，更愿圣灵的感动叫你们走在他喜悦的道上，说出最美的见证，活出最棒的生命，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下个礼拜见，请坐。我们再一次谢谢儿童剧团，谢谢他们。那我们耳目的孩子，我们演出的孩子们，我们全部来台上一起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